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哥。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那这个五一真是嗨翻了天呀！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人潮，旅游景点更是人满为患。这可能是最适合加密交易者在家安心做交易的时机。在人潮退却之后呢，三五好友呢一起野炊的未免不是一件乐事。昨天的孙哥呢被 ZC 的发出警告呀，堂堂业内的明星呢现在要同散户抢饭碗，这或许会成为下一个 SBF。随着火并的由孙哥掌舵呀，未来可以说是扑朔迷离，前途暗淡无光呀。那先说说最近呢需要关注的几件大事。第一件大事就是曾经赫赫有名的华尔街顶级投行的 DCG 呢，在下周将要偿还$6亿多的债务。如果出现了债务违约呢，有可能会对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。毕竟呢是持有60多万枚比特币飞度的母公司。当然了，飞度最近呢也在找买家，看来这个 FTX 崩盘的影响呢还远远没有结束呀。而 DCG 的枯竭呢，有可能一方面呢和这个 FTX 有关系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和这个硅谷银行破产呢也有很大的关系。而飞度呢则可能和长期的负盈利呢有直接的关系啊。如果接下来的 SEC 呢批准了飞度的这个 ETF 的现货请求呢，有可能会迎来新的春天。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，美国对加密领域的一个监管的扑朔迷离。当然，红哥认为呢，更多的是有心而无力呀。一边是内部的金融系统的危机，一边是全球去美元化的征途呢在加快。那么现在对于美联储来说呢，是进退两难。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将这只黑手伸向加密领域呢？那通过加密领域进行一次收割呢？那所以说再次动用这个全球最大的两个稳定币 USDT 和 USDC 来解决自身的这个系统性风险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有可能会把这些系统性的风险转嫁给这个在加密领域的所有的人。那如果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，接下来将会是2023年最大的一场黑蝴蝶，有可能会让你的信仰直接崩塌。所以各位呢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币安呢终于上线了，虽然挖矿呀，这也成了这个孙哥和散户抢饭碗的一种新的标配。不过呢，最后呢被 ZC 警告，才终止了这场博弈。那明天呢就是比较重要的日子嘛，15岁的朋友们呢，明天终于可以在你的朋友圈晒出你的 A7了。不过呢，最近呢，我们的会员群的宝子们呢也是收获满满了，每天呢都收获的不同的空头。当然呢，在二级市场呢也是收获颇丰。那短短一周的本金呢，已经翻了10倍左右。如果你也想获得 VIP 的福利呢，不妨加入红哥的会员群 YH2023-520。当前的市场的热点呢，又被比特币的 BRC20的吸引了。参与的宝子们呢，自己要注意风险。红哥呢，在这里不再做任何的投资的建议啊。本周的比特币呢，再次被以太坊的带崩，那16万多的这个以太坊从这个质押的池子当中的进行一个提款。那3年前的以太坊可真的是很香呀。即便是现在呢，也有10多倍的利润。那香港6月份的新政呢，还有1个月就要出来了，所以呢，香港板块呢，大家依然可以关注一下。啊，比如说国产的公链呐，等等啊。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还没关注红哥的呢，可以加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